来看宜兰县总围乡一间法国斗牛犬的繁殖场哦，经营困难关门咯。也毋过现场阁留67只幼狗仔，动植物防疫所去抢救，发现讲环境是真垃圾，只狗仔的状况嘛无好，已经死17只咯。嘛已经依照动保法罚业者3万块，开放民众来领养。 伫咧收容区内边，几多只法国斗牛狗一直吠，目睭大大蕊，甲人紧紧上，看起来真古锥。这寡狗拢是来自宜兰作为一间养殖场。附近的厝边讲，业者因为这部问题无法度经营，几多天无饲狗，狗一直吠，才会通知动植物防疫所。跟他借钱啊，没钱还啊。 他会招楼。哎呀，说他一招楼啊那样，叫防疫所把那个狗带走这样而已。有风，要不然应该臭死。 一个养殖场所在位环境垃圾味正臭，防疫人员到现场，先救内面67只法国斗牛狗，其中17只因为身体虚或者是互相加受伤死亡，只敢剩50只，25只由民间团体照顾，其他开放民众领养。民众听到消息来防疫所要领养，有人认为养殖场甲这寡狗放的外观真无道德。 他这样很不道德啊！你说你如果养不起，你要去处理它，不是说放任不管这样。他的动物他没有好好照顾，然后没有给它吃喝，那他有违反动物保护法，他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。动植物防疫所希望民众伫咧领养法国斗牛狗进前，爱详细考虑伊的来源，加查狗的相关资讯，才能提供好的照顾环境。因若养殖业者因为无好好照顾这寡狗，依照违反动保法罚3万，并且没收所有的动物，撤销业者的养殖许可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